香港地空間貴過金，無論你住公屋、居屋定係私樓，寸土寸金都要用到盡。唔講開嘅，就只睇案例啦。就攞住喺公屋嘅馮生嚟講，單位夠晒，實物多。我哋幫佢設計咗廳間房、電視櫃、鞋櫃。佢話原嚟合理利用空間，一房都可以夾出3房嘅。再嚟睇下住喺居屋嘅張生，追求時尚，我哋用咗大量鋁框玻璃做點綴，客廳電視櫃、獅子櫃、展示櫃、到頂衣櫃，完工後都好啱佢嘅心水，話好滿意。最後就係住喺私樓李生嘅屋企，因為有2個小朋友，當時要求定製2個唔同風格嘅房間，仔仔間房要簡約啲，要兼顧學習嘅同時又要方便；女女間房要歐式溫馨啲，因為女仔生活要精緻。睇到未啦？好嘅定製唔一定貴，要可以真正幫你解決到問題，先叫全屋定製。仲擔心咩？快啲聯繫我哋啦！